2025年4月，我出發日本朝聖熊野古道，完成第一日由銅溝王子到近路王子14公里嘅路程。完成後發現我對行山鞋太耐冇着，已經嚴重氧化甩底，唯有夜晚問旅館職員借膠布捆住頂住檔。第二日朝早要由旅館出發，坐巴士去到琴日嘅終點站，作為今日嘅起點，正式上路。一開始行都會預想到今日同平時一樣都會孤身一人，點知落車冇耐，有一個大叔喺後邊叫住我，佢好親切咁樣問我係咪台灣人，我話唔係，我係香港嚟嘅。然後我哋相認，原來琴日我哋都係搭同一架車，由近路王子到湯之峰旅館，相識便是緣分，所以我哋就開始結伴同行。对我，但昨天我看到一只很大的一只鸡，对啊，真的好大只，然后在山下面跳来跳去。哦，那个爬山的时候，现在容易看到。能吃的吗？啊，能不能吃的？不行，它保育类。哦，保育的啊。然后现在保育做的还不错。我覺得對啊，台灣很好。中途我哋仲互相拍照記錄，呢啲嘢平時自己孤身一人係做唔到㗎。就係咁，我哋一直結伴，一路傾偈，一路行，成個旅程都變得非常有趣。不過呢，大叔呢，體能係非常之厲害嘅，佢平時都經常鍛鍊，亦都挑戰過台灣白鱷。相反，我呢幾年處專養優，疏於訓練，體能廢到癲啊！所以慢慢啊，我都俾大叔逐漸拋離，而佢都好好咁樣特登放慢腳步，遷就我嘅速度而陪我。不過交談之中，我哋知道今日各自嘅終點站係唔一樣嘅。大叔今日會一口氣去到大部分人嘅終點站熊野半公大社，而我因為體能問題想行得舒服啲，所以將行程分為2日。今日終點會到發生門王子，然後第3日行程先出發熊野半公大社。所以為免耽誤佢嘅行程，我哋最後都分道揚鑣。然後我就繼續自己一人嘅孤身掙扎。終於行到上山頂，有一個山頂小屋俾我哋朝聖者稍作休息。而喺度，我遇見2個好可愛嘅日本婆婆，佢哋望住我殘破不堪嘅爛鞋，然後語言不通嘅我哋互相比劃。佢哋拎咗2條粉紅色嘅繩，幫我將爛鞋嘅底綁實，令到我對鞋可以繼續堅持走落去。多謝你哋2位可愛嘅日本婆婆。接落嚟嘅路一直掙扎，一直堅持，不經不覺間就到咗我今日嘅終點站發生門王子。喺度仲重遇大哥同埋琴日有相遇過嘅台灣朝聖者。Hello， 你們的同伴在下面。對。因為我們錯過了，對，錯過了朱筆，是不是？我們一路就從那邊公路一直聊過來，就發現好像不對呢。哦，對，因為中間有一個位置要突然往下走。哦，對。你還是很厲害啊！哇2點半你撐得過來了。對啊，撐過來1點就到了。我的鞋。對啊，你的鞋子撐過來。有沒有看過我進化了我的鞋？大概0.8。我中間看到有2個好可愛的日本的奶奶。啊，有。對啊，然後他都看到我的鞋墊底了，他給我的，是他們給我的。對啊。哦，他們還帶着。很有愛啊。對啊。
你们2个今天都要去敲钟。今天击鼓，你不是今天要？我明天了。哦，你是明天啊？哦，今天不走了，太累了。对，明天我就可以轻轻松松走。我本来的计划也是这样，是不是啊？明天走最后这一段。对，但是我在想，今天可以来得及冲一下，是吧？不要说下坡啊。因为我在想，好像明天天气不好。对，是好对啊。我先休息一下先。我的体能太弱了，现在。你看，大哥刚才头一段路一直牵着我的步伐。没有。因为那个刚刚下面有一段路好漂亮啊，那个枫叶对啊我在那边休息很久，很怪不得。我们就是不讲话，然后就错过那一段。你们也走得很快啊。他们都是大哥比较厉害。没有。对。我是比较少休息，有漂亮的景色我才会停下来。关键是我刚刚看有一个往下，我就觉得应该是摄影，可是你们没有在那边等我，我就想说那应该是摄影，我就跟着去那我就一直跟他聊到忘我了。好很。这样绝对赶得及了，因为现在才1点，2个小时3点就到了。OK， 你听到，拜拜，有缘再见，拜拜。同大家道別後，我再查一查返旅館嘅巴士班次，發現下一班嘅巴士要等到2個鐘後先會嚟到。我再諗一諗，2個鐘應該夠我行到過去紅野本宮大社。考慮咗一陣，最後決定匆匆忙忙重新出發，將原定聽日嘅行程今日一次過搞掂。中間最好有緣分咁樣呢，重遇2位幫我修補鞋嘅日本婆婆。不過冇幾耐，我對鞋就正式報廢，成個底甩咗出嚟，冇咗鞋底嘅保護，每一下行路都好似行緊石春路咁樣，每一下踩到啲沙石，感受都非常深刻。接落嚟啊，一方面要趕時間到終點領取證書，二嚟呢隻腳一直喺度痛苦掙扎。我竟然開啟咗爆蝕模式，一直衝。最終到達朝聖嘅終點紅野本宮大社。喺紅野本宮大社給最後個人，儲齊18個人就可以喺朝聖者中心領取證書。最痛苦嘅係朝聖者辦公室同埋本宮大社有幾百級樓梯嘅距離，經歷千辛萬苦去到朝聖者中心，我竟然第3次同大叔重遇。我看到你，我很感動。你看我的鞋，沒有了。こんにちは。同職員確定一下朝聖者手冊嘅所有嘅蓋章冇問題，再加上我5年前去過西班牙完成朝聖之路，將西班牙嘅證書電子版俾佢檢查一下，最後我就正式領取雙朝聖證書。我仲好彩可以領取到限量版嘅雙朝聖金貝殼，仲會喺官網有記錄添，今次光宗耀祖啦！最後仲得到咗敲鼓嘅機會，非常之有儀式感啊！終於完成今次日本紅野之路嘅旅程，多謝大家睇到嚟呢度陪我行過朝聖之路。最後以大齋園作為今次片段嘅終結，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 我嘅 channel。
我哋下次旅程見。